什么？这是。 太后冤枉！所有警卫都能替我作证，我根本不可能作案的。太后，云姑娘并不是什么凶手。胡闹！这宫里岂是你随便玩游戏的地方？也许是因为云姑娘身上沾染了凶手的气味。这样还有点女人的样子。你给我等着！ 小道自幼从师傅那儿学到，于心学也有一些了解。但凡人心都有弱点，作奸犯科之人，哪怕他的心理足够强大，也总会惶惶不安。他会时时注意事态的发展，有的甚至还会重返案发地，根据情况予以辩解。 今日聚集大家来此，公审女妖，为的，就是引凶手前来观看。我敢肯定，凶手就在现场。刚才，我让女妖指证凶手的时候，仔细观察过大家的表情。眼下究竟谁是凶手，在下心中已自有数。 庄妃娘娘，请你站到傀儡女妖的身边去。天不通，你好大胆！娘娘岂是你能随便指使的？可庄妃娘娘如果是幕后的真凶呢？太后，走一下有何妨？ 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呀？这是。回禀太后，这世间有一些特制的法器，可以远距离的操纵傀儡，就好比庄妃娘娘的这一对铃铛。太后。 这铃铛乃是娘家遗留之物，一直留在身边做个念想，怎么会和妖魔鬼怪扯上关系？太后真的是冤枉啊！我怎么不知道她有这么一对铃铛？太后，庄妃娘娘可能是为了想要随时操纵妖女，就将铃铛带在自己身上。当然，为了避免铃铛发出声响被他人发觉，庄妃娘娘可能故意训练了一套特别的行走技能。 让铃铛不发出声响，当然，这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功夫。庄妃娘娘想必是蓄谋已久。太后，请不要相信这野道士的，他纯属一派胡言啊！太后。大家请看，蛊术控制人，其实靠的就是蛊虫。将蛊虫置于人体内，傀儡就会听人的使唤。如今，在下已将蛊虫逼出宿体，他现在正急着去寻找自己真正的主人。
现了妖术，现在你还有何狡辩？臣妾实在有难言之隐，恳请您请皇上回来才做定夺。放肆！你还敢提皇上？皇上如此宠爱你，没想到竟是一个妖女，留你在身边，迟早要了皇上的命。来人，将庄妃打入天牢。拿下！太后，臣妾是冤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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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后，真没想到，竟然是庄妃。唉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云儿啊，咱们想不到呢，就不要去想，反正现在案子已经破了，对不对？我师傅呢，真是帅的没谁了，棒棒的。这就是我一直梦想中的男人。我要是能和天目道长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就要幸福死了。我师傅就在中间这么一站，掐诀念咒，那是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，那场面相当勇猛。用一个字形容我师傅，那就是没谁了。你知道吧，小头，你听没听我说话呀？听了，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。听了不理我一声。小老头，你说，我这么天天师傅的叫他，他什么时候才能收我为徒呢？哪怕就教我一点点法术，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嘛。哎呀，学什么法术啊？做个普通人多好。不好，我小蘑菇生下来就注定我不普通。干嘛？我在你眉眼之间看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。你是不是有心事瞒着我？没有。那你说怎么着才能让我师傅把我留在他的身边，作为他的徒弟？你给我出一招，我信任你。8个字：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李飞这个贱人也出现了，多年不见，还是那么惹人生气。不过是个傀儡而已，我倒希望他是真的。我现在恨不得把他从坟里挖出来，看看他手里到底拿没拿着那神鼎。早就有人找过了，只是剩下一对衣冠枕，其他的都不见了。要不也不这般人心惶惶。那你说庄妃的动机是什么？这就不太清楚了。如果庄妃的目的是神鼎，那她定是从皇上嘴中听到了什么，才弄了装神弄鬼这一出。不止庄妃一个，宫里还有个武力高强的，该怎么处置？不就是天目童吗？如果他站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便如虎添翼；如果他不站在我们这边，大不了把他赶出宫去。实在不行，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找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人来治他便是。咱们得去敲打敲打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跟太后说了，由我单独审理庄妃，可不能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秘密一定在庄妃的心里。那你心里的秘密呢？本王的心里当然全是你，只要找到神鼎，大事一成，一切便安好。公主驾到！母后，母后，我要见母后。母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母后，他们不叫我见你。啊，六王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，平儿，怎么这么急着找母后？你看都出汗了。来，珊珊。我和你六王叔正商量事儿呢。哦，什么事儿？
我正和李六王叔商量着怎么宴请天目童呢。啊，宴请天目童？真的吗？啊，对。那太好了，我也要参加。参加。好，让你参加。那我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去。好。吓死我了！本王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看看我，师傅，你就不要再躲避我了，好不好？这辈子就注定你是我师傅，我是你徒弟了。嘿嘿，师傅，你看，你教我武功，我好除暴安良，惩恶扬善。行，好，你不嫌我没诚意吗？师傅，请收下徒儿吧，受徒儿一拜。师傅，你在我心里是那样的至高无上，是那样的洁白无瑕，是……我今天就教你个法术。我就说这招管用。你说师傅，是什么法术还掐诀念咒的？你说？你现在终于不能说话了。这个法术会让你在1个时辰里不能说话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快过来！哎，奇怪，为何这宫中的妖气迟迟不散？时辰已到，有请天目童道长赴宴。知道了。你说这件好看吗？还是我身上这件？这件是不是喜庆一点？到底哪件好看呀？哎呀，公主，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，您穿哪件都好看。可是你那么说，我就更不知道穿哪件了。哎呀，公主啊，就是去吃个饭，您至于吗？哼，至于，当然至于。这可是我跟天目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。唉，这个天目童真不知道修了几辈子的福气。哈哈哈，平儿今天穿的真漂亮啊，一看就是为贵宾打扮了一番。六王叔，道长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是英雄，我作为公主理应款待英雄。来，那我们共同敬英雄一杯吧。好，修道之人不沾酒水。哎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这区区酒水，道长就如此在意吗？多谢六王爷好意，恕难从命。既是如此，我们便以水代酒，敬道长。多谢。道长抓住庄妃，清后宫之乱，立了大功。本宫也想嘉奖于你，但不知道长有何喜好。小道并无喜好。哦，本王想在京城建出道观，奉道长为上卿，道长意下如何？这京城之中，能有六王爷财力者屈指可数。道长，机会难得啊！既然如此，六王为何不用那许多的钱财，做些慈善？如此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恐有天谴。在下修道之人，清心寡欲，于此名利，并无兴趣。道长说笑了，
我们只是仰慕道长高超法力，今日道长如此超凡脱俗，更是让我们敬佩。母后，我就说了，天目道长不一样吧？道长果然与众不同。不过有一句话，本王要跟道长讲明，这宫里可不是好待的，要想长久立足，还需要有人扶持。道长，六王爷将心比明月，你应该看得出来。小道自然看得出，六王和皇后娘娘就是相互扶持。看来道长是不打算跟我等推心置腹了。多谢六王爷美意，小道乃是方外之人，还请见谅。六王叔，就算要推心置腹，也要肚子饱了再说嘛。你们一个劲儿的说话，这菜都凉了。对，先用膳，其余之事再议。那起快吧。贫道还有些事情，先告辞了。母后，不识好歹。这个天目童软硬不吃，而且似乎看出我们的事，该怎么办呢？此人绝不可留，否则必坏我们大事。师傅，师傅你回来了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师傅，我等你一天了，你看看我嘛。师傅，我知道，你封我的嘴呢，并不是讨厌我，而是在考验我小蘑菇的耐力和定力。像你们这样的仙人，做什么事儿都异于寻常的，我都懂，我都明白，我懂。那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？小蘑菇，你过来。我问你啊，庄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庄，我可以说话吗？庄妃，她不是被你揭穿了吗？她是坏人。我是说她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之前庄妃挺好的，对我也很好，对大家都很好，方方面面的都不错。庄妃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我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，我劝你还是招了吧，以免受皮肉之苦。我要见太后。看来不用刑是搬不开你的嘴。用刑。王爷，他毕竟……怎么下不了手？我……程志远，好好伺候，这可是你最拿手。是。等他招了再叫本王。王爷。庄妃娘娘，
我劝您还是招了吧。我是冤枉的。这7针之刑是前朝传下来的，至今没有人能受得了。平儿，我们家平儿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日后我让你6王叔给你物色个好夫婿。才不要，我的夫婿要自己选。怎么，我们平儿有心上人了？他是谁？他呀，他可厉害了，我可佩服他了。能让我们平儿佩服的人，母后倒要见见。参见皇后。庄妃她招了吗？放心好了，她定逃不出我锦衣卫大牢的酷刑。母后，我先退下了。好，母后送你。平儿，回去早点休息。最近啊，别到处乱跑。出将！让开！天目彤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庄妃不是在牢里吗？报告6王，是天目彤放了庄妃。天目彤，确实是我放的。来人，绑了！ 6王叔，天目道长不会平白无故放了庄妃，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，请您详查。公主，就在刚刚，你和你母亲差点被这妖妃所杀，这道士就是罪魁祸首。你不关心你母后的伤情，反而为这道士求情。可是，刚才若不是天目道长，庄妃不可能轻易被制服。您就当他是将功补过吧。多谢公主。此事是因我而起，我难辞其咎，甘愿受罚。你知道就好，带下去。天目彤已经被6王关押，咱们的计划顺利。只是这庄妃还在6王和王后手中，她药性一过，就会失去控制。庄妃迟早是我们的人。哎呀，你别喝了，师傅现在都关在大牢里了，咱们得想办法去救他去。我只是个老太监，我能救得了他吗？好啊你啊，不是吧你小老头儿，这么不讲义气你？你说师傅几次解救我于危难之时，他现在有事儿，你说咱能置之不理吗？你就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的。真的？我像骗你吗？像，特别的像。小老头，我就问你，今天你是去还是不去？哎呀，我真救不了。你不救，我小蘑菇一个人救。虽然我没什么能耐，但是我要为我师傅尽那么一点微薄之力。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我节义去，我们去哪儿？你只是个小太监，你自身都难保，你凭什么救你师傅啊？你记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好好的在这儿给我待着。小老头，
你现在说什么一点用都没有了，现在谁也拉不住我，知道吗？我得晚去一点，我师傅就遭殃了。你这，坐下。你等着。哎，小老头，你关什么门啊你？开门！母后，您的伤口还疼吗？好些了，你就别再为母后担忧了。母后，怎么了？天目道长他不是有意放走庄妃的，您就让六王叔放了他吧。母后，平儿，你答应过母后什么？宫中之事你千万别管的。可是天目道长他是太后请来的捉妖高人，如果太后问起来总不太好。况且刚才若不是他，庄妃是不可能那么轻易被制服的。李六王叔自有他的安排，你就别操心了。乐平，你为何要替天目童求情啊？天目道长他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好，乐平还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呐。那太后的意思是，可以放了天目童？暂且关他一关吧。为什么？私放刑犯可是重罪，不得不罚。天目童虽然略懂法术，人也聪明，只是他行事随心，罔顾宫中律法，让他受点教训也好。可是太后……行了，你别说了。这件事儿啊，我自有分寸。小老头，开门！小老头，陶公公。公主。小蘑菇呢？回公主，小蘑菇她病了，正在屋里休息呢。病了？我怎么听说是你把她关起来了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起来吧，赶紧把小蘑菇放了吧。公主为何执意要找小蘑菇呢？他只是一个惯常惹祸的小太监。我找他有事儿，赶紧放人。小老头，开门！小老头，好，我马上放人。不行，你说要是这样，那你说，小蘑菇，你别转来转去了，看得我头都晕了。你到底想没想出来办法怎么救你师傅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在想着呢吗？那你说师傅现在这样，我不着急呀？对呀，师傅平时思考问题的时候都打坐呀。呀，出来了！有办法了吗？哎呀，这可是个宝地呀！公主，你看啊，一会儿回去你就说，你就说重病，被庄妃吓掉了魂儿，必须要天目道长给你把魂儿招回来。好办法，那就那么干。哎呀，我这脑袋开光了，我都。你这样，我呀，先去混进天牢，你跟他说一声，你们再这样，
果然是少年可畏呀！参见公主。于大人，于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巧路过，便听到你们在这里商量要事。于大人，您都听到了。公主放心，我不会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的。不过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打算怎样混进天牢啊？这块令牌或许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于大人，你想帮我们？小蘑菇还不赶快谢谢于大人！于大人，谢。想让我给你们这块令牌也行，但是你们要打消帮天牧童越狱的念头。他现在出来，不见得有利。于大人，你这不是拿我们消遣了吗？你进入天牢之后，只需给天牧童带一句话，让他安心地待在牢里，静观其变，伺机接触一下庄妃。师傅，师傅，开门，开门！是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来了。修道之人终究还是要讲究平心静气，没有什么比修行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一切都是假象。师傅，高人就是高人。你说你要教徒弟一招半式的，都够徒弟吃1年半载的了。说吧，你来做什么的？哦，是这样，我们呢，觉得把他说过跟你说过的。怎么了？不好吗？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出去啊。你怎么跟于大人说的一样啊？于大人？是啊，你看这个就是他给我的，没有他我也进不来呀。哦，对了，他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他说让你在牢中安心待着，静观其变，伺机呢接触一下庄妃。这个于大人还真是深不可测呀。我真没见过，坐牢还这么开心的。你拿着这个。把它拿出去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散了。这干嘛的？你把它散了就对了，这事情很重要。小蘑菇，云大人，藏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可，我什么也没藏啊！别骗我，拿出来！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刚才这衣服在外面不舒服，你看看。哎，等，赶紧滚！好了，云大人。你在这儿倒是挺自在的。
我跟你说话呢。你不是想探案吗？你在这儿怎么探案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这里面怎么全是天目铜啊？这不就一个天目铜吗？把牢门给我打开。是。林大人。哎呦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六王还没审呢，您要是把他杀了，你我可都吃对不起啊！你说我帮我师傅这么大的忙，他到时候会不会教我法术？程志远，你干嘛？好久还不来录呢？你说你帮你师傅什么忙？你说了吗？我没说，你听错了，我没说。疼！轻点！我说，松开！说不就完了吗？我师傅饿了，我去给他送2个馒头，1碗粥。是吗？是啊。你干嘛？变态！你给我逃！说。你要听真话是吗？对。好，那我说，你滚。其实是2碗粥。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个小兔崽子！别追我！你给我站住！不要再追我了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干嘛呢？不是，我进去办个事儿啊，马上出来。站着！干嘛？皇后有禁令，任何人等不得入内。不是，我一会儿就出来，我这事儿不能告诉你，可大了啊！不行。不是，哎呀，公主行不行？不行。哎呀，高一主义也不行。小蘑菇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程指挥啊，干嘛呢？这可是我的地盘，过来飞扬跋扈的。王女士啊，锦卫办事儿，我劝你少管闲事啊。办案啊？怎么没看到你的云大总管呢？云大人来也轮不到你说话。这个人，我要定了，过来。这可是皇后的地盘，这个人就该由我们管着。我才不管是谁的地盘呢！这个人我要定了。我要是不给呢？呀，一个狗腿子学会到处乱咬人了啊！你说谁呢你？我说你呢？怎么着？上次30两银子你还还不还了？上次喝花酒的时候呢？你这钱我不是给你了吗？给了吗？当然给你了。上次喝酒给了吗？你喝多了，我又没有喝多。我告诉你，王景成，这是皇后的地盘，你不怕掉脑袋吗？你管你谁的地盘？谁的地盘？皇后的地盘。怎么着？怎么样？管你谁的地盘？王队长，我刚才看见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是这个人要抓你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就给这儿好好站着，看他敢不敢动你一根汗毛。不是，程志远，我刚才看见。我告诉你啊，识相点，跟我走。问完话，我自然会放了你啊！不是，是我刚才。程志远，在宫里论资排辈，我看得起你，你才能喊我一声哥。怎么着了？不是你，我就告诉你了，这个人今天就在这儿了。你爱哪儿去。不是我。王景成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等着。走，慢走。平时这么嚣张，不收拾收拾你，还真以为自己挺行的。哎，王景晨，我刚才看见有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嗖的一下又来了，嗖的一下又没了，嗖的一下又来了，嗖的一下又没了。给你点脸了，你还喘上了啊？你是跟那个傻道人待久了，都出现幻觉了吧？在我的眼皮底下，能有人有这种本事吗？你们脑子呀！妹妹怕是对本宫有什么误会吧？你从天牢中闯出，要行刺本宫。我真的行刺你？哼，
妹妹还真健忘，众目睽睽之下做的事情，还想赖账？行刺你的，怕不是我本人。哈哈，你用蛊虫控制贾里妃，扰乱后宫，想必一定有原因的吧？不知道能不能告诉姐姐呢？我说不是我做的，你信吗？我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妹妹，你到底查到了什么？你以为我会查到了什么？我们也别卖关子了。日月神鼎的事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能否与我一起共享信息？哼。只要妹妹肯跟我合作，我保证你一定平平安安。你笑什么？妹妹愚笨，并没有听说过什么日月神鼎，也没有打算去查。不过，我倒是查出了一些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是查出了一些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你和六王的一些丑事。放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回天牢。是你。庄妃娘娘，小道有几个问题想要请你赐教一下。你神通广大，害我入狱，还有什么用得着我教的？我猜得出前因后果，分得清正道妖法，却始终摸不透人心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哼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一个糊涂的人。宫中这许多纷乱，背后一定有人在作祟。如果你能够完全控制蛊虫的话，你怎么会傻到让蛊虫去揭发你？你甚至可以让蛊虫来毒你，以摆脱嫌疑。可是你都没有这么做。你逃出天牢，去刺杀皇后，我想来想去，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。那天，你突然神志发狂，我想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吧？或者，你背后有一个人想借你之手来杀掉皇后，然后再铲除我，所以，这背后一定有人在作祟。你总算还不笨，刺杀皇后的确不是我愿，我都不记得有这么一出。所以我恳请庄妃，告诉我事情的真相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因为我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的人。以现在的情况来定，你要么在天牢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要么被冠以妖女的身份被处死。怎么样都是死，还不如相信小道，告诉我事情的缘由。我们合力找出方法解决纷争，你戴罪立功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没错，一开始蛊虫是我控制的，这还要从几个月前开始说起。见过娘娘。下去吧。抬起头来。
别怪我，怪就怪你长得太像李妃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李妃。臣妾有一事想向皇上禀告。说来听听。近日偶然聊起后宫的事情，臣妾便派人请来了一名女子，借花献佛，想讨皇上欢心。进来吧。见过皇上。起来。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，真好。皇上，没事的话，臣妾先告退了。皇上也好叙叙旧。等等，把门关上。所以，你只是为了讨皇上的欢心，才让人假扮李妃的。是啊，只是为了博君一笑，没想到皇上的心却还是不在我这儿。我也不知道造的什么孽，做出这种事儿。不过，我虽然没有得到皇上的宠幸，但皇上对我已经远超后宫其他嫔妃了。但前些日子，皇上一离开，事情就突然失控了。来人，来人呐！娘娘，李妃人呢？不知道啊。快去找。是。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那李妃去了宁妃的府中。我就知道，我的蛊虫已经被别人控制了。这人和我一样，精通法术，本来想以精血为引，重新培育蛊虫与对方相抗。没想到你半路杀出来，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。那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此人行动诡异，但一定就在我们身边。皇后和庄妃都谈了些什么？主人，皇后宫中守卫戒备森严，都是六王的亲信，小的近身不得。我问的是皇后和庄妃都谈了些什么？小的什么都没查到。看样子你也没多大的用处。既然事情已经迫不及待，那我就给他们加把油吧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不好！
保我师父平安无事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保我师父平安无事，保我师。我的妈呀！这是要干啥呀？小蘑菇，哎呀，你快扶起来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小蘑菇，哎呀，太可怕了！李飞在后面追我呢，他一直掐着我，他都追我一路了。哎呀，太可怕！真是太可怕！交叉的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怎么了？我的妈呀！小蘑菇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哎，怎么关了？开门！开门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小蘑菇怎么办？走！哎，回来，我这，我去吧。哎呀！小蘑菇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！一公斤的炊事给我烧纸。庄妃，庄妃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个没事。刚刚略施了一些法术，说定就给定住了。你看，我刚才吹的，对不起。你放开他！你给我放开！我们要在一起。你就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我也没事。你又施法了！我什么时候施法？我就不会施法术。上棍子。他好无聊啊。我也觉得。小蘑菇，吓死我了！不怕不怕，只要蘑菇哥哥在，世界充满爱。不怕。哎呀，什么充满爱呀？要不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都吓死我了。不是你吓死，
这么大个还害怕？那我这小个儿我不得吓死啊！我不得。怎么样？快去救太后！珊娜，怎么了？太后受惊了，小道救驾来迟。天木头，你居然无视国法，私自越狱！私自越狱？如果不是小道私自越狱，仅凭你一人之力，怎么保护好太后？你强词夺理！当然了。你走开！你别跟着我！我讨厌你，听不见吗？讨厌你！不怨我刚才啊！哎呀！喊什么喊？吓死我了！小老头，你吓死我了！回家，跟我回家去。回什么家？回家？往哪回家？我还得送云儿回去呢，我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不行，我必须要送你，这多危险呢！你忘了刚才了吗？刚才多危险呢，是不是？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不完了吗？走，不用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先送云儿回去，对不对？送完以后赶紧回家。我还不去找师傅去。走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女妖吗？她怎么在这儿？走，咱来看看去。好。你起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他们这是在干嘛呀？哎呀，别看了，他们这是在焚烧妖女。烧妖女？烧妖女？这个妖女刚才还追着我俩满大街的跑，这怎么就被锦衣卫抓了呢？哎，老头儿，你干嘛呢？
云儿，你看没看见有个东西过去了？看见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就你没看见有东西吗？这儿哪有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吗？庄妃。哎，你们干嘛？干嘛呀你们？程志远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干嘛呀？见面就打，打我之前给我个理由先。没有理由，上次让你给跑了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爷我打你就是开心，就是看你不爽。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好，程志远就欺负我。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我现在会法术。我师傅教我的法术，你要是再欺负我，戳你。法术，别给我提那个臭道士。自从他来了以后，把我们锦衣卫的脸都丢光了。会法术啊？啊！来，给小爷我展示一下。我还没练。来呀！会法术啊！来呀！厉害呀！哎啊！哎，好戳我！来呀！来呀！我打！是我啊！程志远，你不能这样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一定学好法术来报仇！让你啊！